啊，师傅娘，师傅娘，今日好成绩啊吼，偷偷也不也几多好啊，叫我夜等下出门呢，这摊要求量我拢唔知影，咱家己睇。好啦，你紧去食饭啦。好。你啊，紧去困啦，无你明仔载爬袂起来，去校会袂远的。好啦。嘿，紧日困，紧日困吼，紧日困哦，吼。较是有硬斗就对，莫怪阮师的吼会闹炮啦。哎呦，是的啦，害你做到遮尔啊暗，搁还袂食饭。师傅娘啊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哎呦啊，其实你拍铁的功夫袂歹，你若是去外口，唔惊无人甲你请。是安怎你会缀恁师傅缀遮尔久？师傅娘，我甲阮师吼算亲缘啦。敢遮尔简单？讲起来吼，是我欠阮师的啦。我本来是咧甲人佚佗，伫外口甲人咧走跳，唔正囡仔啦。真是了。师傅娘，迄拢是较早的代志啦。我16岁迄一年，有一届，我物件传的，走去新营街要找人拖住，想袂到，我刣死人总走互人用，我拢刣甲规身躯血晒晒。安尼，你毋着干那出半条命？我老足一回，愈走愈慢，到尾啊总倒伫迄路的。我迄个时阵伫咧想，这生我稳死的。拄啊伫迄个时阵，我的头前走一个人出来，啊伊的骹肓总举一支插刀出来，大声就喊：恁有倒倒伫咧嚣摆呢？啊，敢会比我一支来？迄个人是阿海啊。我唔对啦，师傅娘，当时你都无看到咧，阮师迄个架势，确实有够闪拍，甲咱历史三俊闽龙同款啊。迄时我心肝内就咧想，这个逆上，我一定要对伊死啦。若无阮师，我即摆唔知影减一支脚，还减一支手，无定着，连尸体嘛找无啊啦。师傅娘，这拢是我家己欢喜甘办的，嘛是我应该爱做的。你莫跟我心肝来啦，吼。你是来创啊？无啊。我就听伊讲阿景也转来啊，我转来走去大东市啊，买一块糖仔饼要来食啦。食你的死人骨头来食，你佫敢买糖仔来？阿景啊，就是为着你摕来的糖仔，头壳才会开花呢。啊，你即摆佫买糖仔来，啊，你真正是，拜托你紧走。迄若唔走哦，等下我共款让你头壳开花。啊，无你这啥态度啊？我是好意来要看病人呢。啥？看病人？即摆已经3更半暝呢，看什么病人？讲遐有空无顺的。我甲你警告哦哈，你是唔通咧小狗上咧小上猪肝骨哈。无你今仔是咧面上小港啊？面上啊，面你这个小狗票啊啦！我煞唔知你想讲阮师的即摆人无伫的，啊，特别来找阮师傅娘啊，哦，飘啊！本来我想讲阮师傅误会你，啊，结果你甲看看，根本就是你。你若是喙齿生乱，你300用啊，讲300话你上用啊你袂救全。我若正经像你讲的安尼吼，食鱼啊，莫将叫鱼翅底死。无啊，啊若无上好，总讲一句，阮师即摆人无伫的啦，厝内面无查甫人，无方便，请。你毋是查甫人哦，啊无你掩下上我，你到底是要走唔走啊？哈？啊，若唔走哦，我互你头壳开花。你唔通乌白来你。啊，无你是要来？来，你走你嘛，乌白来，因白来。你哪？我救人啊！救人哦！这出名哦！
了。好啊啦你，三更半暝喊到安尼大声细声，是毋惊甲囡仔吵精神哦？那么叫我三摆用啊？你讲，你讲。好啊啦，票，你先等去啦。无啦，这个囡仔食咧啥？无你的代志啦。再见啦。啥？你跟你再见。哟。再会。小狗想要笑笑猪外骨，哎呀，唔紧，等下，唔惊你老母甲你骂哦。唔正经，我来换刀啦。阿母，阿爸是去倒位？哪还袂转来？小明，勇啊，这暗啊，哪暗唔困啊？你毋是共款，嘛是还袂困啊？啊是有啥物代志哦？我是伫想，以后日子要安怎过？哟，阮婿佫无伫诶，我嘛佫去做拄少。啊，那咱以后咱是要靠啥物来生活啊？小明啊，我看咱嘛是要四界探听看卖，看阮婿诶消息无啊？人海茫茫，是要去倒找？安尼是要安怎就好啦？我是想讲哦，去台南一转。啊，要去台南？我有一个阿姊住伫咧台南，真久无联络啊。因为哦，我感觉家己过了歹，就歹势甲伊联络。即马当然变啊安尼啊，而且我来找伊斗相共。啊，毋过你遮甲台南一路拄天，你敢有车钱？我有甲遐表借钱啦。啊，明仔载哦，就跟他囡仔伫咧厝诶。我若是有卡毋转来，就麻烦你替我照顾一下。会啦，这你放心啦。多谢。唉。歹势，拄啊紧张，啊即摆紧驶啦，歹势啦。你手也搞屎搞尿呢？啊，叫你磨一支都无遐尼久，紧做啦！好，急。无啊，你即摆可能去创啥啊你啊？啊，无，水干，啉一下茶，哦，茶啉的呢哦，偌爽快，拢袂客气啊！迄一粒四过的正大粒，甲破做两瓶，一瓶送互你，一瓶咱来慢慢来吃。好啊，紧做啦！我即摆先运动一下吼，对不对？爱困啊啦，哦，爽快，哦，规个人拢精神起来。好，哦，啊，你有要求就跳，啊，你用个头发烧我尻川哦。安怎？我是要去咧做工课拄笑的呢，毋是要咧啉茶放尿的哈。啊啦，做无工钱的，唔愿做啥啊？啊，你讲到遐实在要创啥啦？莫啊搞话啦，紧做啦！好啦。哎，哦，莫再继续等啦，紧做啦！好啦。囝啊，阿母要去找恁大姨，你要踮厝好好休困，爱听阿兄阿哥阿姊的话，知影无？好啦，阿母，你也较早转来哦。好啦，阿泰、阿美，阿母甲你阿英姐也无伫咧厝的，你着要好好照顾你小弟，厝内面着交互恁哦。阿母暗时就转来啊，吼，阿母，你放心啦，我是做阿兄的，我会甲小弟小妹顾好啦。你就乖，那安尼阿母来去啊，吼。阿母，
姐，阿太啊，你要好好照顾弟弟妹妹哦。好啦，我知啦。阿不来去啊哈。再见。呢單我哋同意每次地嘅地區叫散散了同。啊，这个唱歌，这条歌是日本的囡仔歌哦，叫做《阿卡痛梦》，就是安参的意思。歌内底写的意思是讲，一对姊妹啊，感情足好的，啊，这定伫黄昏的时阵，爱着伊的小妹去田花顶看田的。后来伊的小妹啊大汉啦，若看着田的，就想起伊的阿姊。啊，之前唱一遍你听。呀，可可呀可诺阿卡通梦。秋兰，秋兰，真正就是你，秋兰，我是秋兰，秋兰。秋兰，来啉茶。多谢。唉，若毋是恁姊夫吼，带倒送甲卡送去游览，伊若是看到你，一定会足欢喜的。秋兰啊，到底这几年是安怎过的哈？哪会规个人变到三比八啦？你也拢无爱甲阿七联络，阿七计是讲你甲阿七放袂记啊？阿七，我要哪有可能甲你放袂记啊？实在，是因为我的命歹，才毋敢甲你联络的。你哪会讲这种话啦？我歹命，嫁两个翁，生活也是无法度安定，搁爱四界奔波。即马规家伙啊，拢搬去台东啊！我真是足思念你的，足想要来看你的。也毋过，看着你过了遐尔幸福，我惊我会不幸的去拖累着你，才无迄个面来见你。啊，是会拖累啥啦？咱两个人是亲姊妹安尼，你哪有这种想法啦？你安尼想哦，阿姊生活来讲较艰苦，你知无？阿姊。当年阿囝啊，日日就小你麻痹，阿姊我都甲你斗相共，阿姊生活来已经感觉足见笑，你搁雄雄啊走去台东，啊搁联络袂着，阿姊哦，若毋是踮咧做无用的，我早就赶去台东去找你，看你日子过了有好无？阿姊，是的啦，啊你为着我遐尔错犯，阿姊真正要怪哦。都爱怪你有困难，拢无爱来找我啦，你念啊！我今日来，就是想要请你甲我斗相共。我有啥物代志对你讲哈？阿囝也受重伤，为着伊的医药费，我是不敢安尼负债累累。即马阿海啊人搁失踪去，也找无着人，我实在我实在毋知影。要安怎哦？等下吼。来啦，这有一寡钱，你身体用，唔免啦。阿姊，我袂用摕你的钱，都准讲是阿姊借你的啦，以后才搁讲啦吼。唔免啦，阿姊。其实哦，我伫台东有伫卖高价，啊，我想讲，敢袂用长期
甲你拨一寡便药仔去卖。好啊，这嘛是一个好办法呢。啊，毋过我的困难就是我无本钱。你都免操烦啦，你先甲药仔摕去卖啦。若等有本钱吼，后盖才搁算啦。这点吼，这个会当做主啦。阿中啊，去内面吼，加摕一寡新药仔出来，吼，摕较济哦。哦，这个药材吼，是咱家款的组团避孕啦，效果真好呢。你摕转去卖，多谢，较客气。阿姊，我拢无时间看阿辉，毋知影阿辉好无？伊真好啦，人伊做个好个呢。即马伫咧工厂吼，先做领班啊哦。阿辉拢20外岁啊，我这做阿母无迄个才调替做一门好的亲情，啊，伊的亲情就要靠你啊。这你放心啦，我会注意啦。人阿辉吼，人缘足好个，应该有足侪人咧留意。假使吼，若找有好个对象吼，我着带伊转去台东哦，互你看。阿景的代志哦，你也莫遐尼烦恼啊啦。转去以后哦，着好好卖药啊，把生活过好好，囡仔顾好，其他的才搁拍算哈。我知影啦，上重要的就是你家己的身体爱顾啦。阿姊内面吼，有放一寡补药啊、食物啦，你着爱记咧食哦。我知影。阿姊，你店面无用，你先转去啦。啊，你落的吼，着爱较细腻，爱保重呢。我知影啦，你嘛爱保重。我爱去看你。保重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会啦，再会。啊，母亲花，可比母亲丽。阿中啊，阿中，哎，陈生，什么代志？天日要暗啦，紧甲这个药材吼收入去啦，吼。好好好，对啊，大声来，迄个阿伟小姐来啊，因已经等你足久了哦。因阿姨你好。